观众朋友，大家早早，欢迎您收看8月11日早起新闻，我是麦尚莹。今日要阁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，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。联合报：以色列甲哈马斯有讲要谈判超出停火甲释放人质的代志，也毋过以色列要是伫昨暗发动空袭，加沙市中心一间安置难民的学校，大概是有100个人死亡。媒体报道，这伊朗话要处罚以色列，而且军方的指令是真明确，应该就会有行动。中国时报：性影上的犯罪是逐档拢咧增加，利用人褪光光的影片去恐吓，也是趁钱的案件嘛愈来愈多。今年顶半年统计案件比去年同期还阁较悬，而且查甫的比例也变多。台中市警察局是分析，这当中网友占17%上介多，第二是同学占19%。自由时报：上届的公主审计委员会9月初4要开会，也毋过根据进前咨询的资料，要是有一寡部分无共识。有立委讲由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参考，阁有这个参考的指标是要加入倒几项，这几个点拢是要阁需要讨论的。继续，咱要来关心的是，有风声讲，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在选总统的时阵，无老实来申报政治现金。这民众党是讲会量早甲监察院来申请保证的资料。郭文哲也表示讲会互社会一个交代。另外，这郭文哲的看守陈培基，伊是用后生做龙头来开公司，伊讲家己有犯罪意图，也毋过无这个行为，所以要求法院判较轻嘞。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传出政治现金疑似漏入不可公关公司的证据，抑佫被人讲造势甲开票活动分伫年务创意行销甲实录两间公司报销。啊，毋过实录公司发声明，讲无承接郭文哲竞选的宣传广告业务，也无收到500万，要求民众党爱说明。尤其现在透过这个公司自清哦，也发现到就是说，确实有3笔的账呢，并没有这个跟柯文哲这边有在过去有任何的相对关系，但是却被提出来作为申报。是不是下午1点开始查账，所以不要紧张，我们查出来会跟大家交代。民众党会时内强调申报的时阵，实录宣传支出500万，年额一笔216万4311块，一笔200万是校部处理的问题，也佫一摆全面来清查，向监察院申请保证资料。毋但政治现金有证据，有公务员身份的郭文哲夫人陈培基，家己讲用后生名义开公司，佫将地址设伫东部，被人检举了，已经请人马上撤销公司。啊，毋过台北市民大检事赔，即期陈培基违反公务员服务法。陈佩琪用儿子的人头开公司，不但违反了公务人员服务法，柯文哲不要再切割，也不要再卸责。你知道的事情，你就必须和陈佩琪一起出来跟大家道歉。陈培基切实地面册承认家己无够巧，强调公司为7月底才开始有正式的销货，到即马1礼拜外拢无开始有运作，家己算是有犯戏，啊无犯刑，请法院重刑量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高雄这几档是办真侪场演唱会，也毋过在活动期间，饭店的房间拢真歹订，而且有业者阁会趁这个机会来起价。即马9月开始，阁有国外的团体要来开演唱会。高雄市观光局甲消保官已经开始咧调查，伫44间饭店甲民宿当中，已经查到3间拢违法，会照法律来甲处罚。稽查人员来到旅馆，甲业者确认房价。高雄观光局甲消保官7月阁发动房价专案，稽查44间旅宿，其中3间旅宿向市府报备的房价是伫2000至4800不等，实际计销刷超收10%甚至是10%以上。互观光局答房裁罚1万至5万不等的罚金。涨价应该是要一个合理的范围，就是说可能它在一个区间之内浮动，比较友善的一个倾向。我是觉得真的应该是还是维持原本的那样计划。游客希望房价更较友善，高雄去年办117场的演唱会，吸引大约139万人参到高雄。也毋过演唱会期间订找无房间，造成不少业者趁机会起价，支付严查封关。针对本市旅宿，一共进行了2216家次，高达了14824个房间，裁罚了305件，希望透过积极管理来维护旅宿市场的秩序。演唱会带动观光产业业绩，敢若去年观光效益就超过45亿。观光饭店名基台演唱会加入高雄旅游的火车舞，呼吁起价业者唔通只看一时的利益。还是要永续经营的，
让客人来到高雄以后还想要再来，第二次来深度之旅，第三次来可以长期度假在高雄。高雄9月会阁有几组外国重量级艺人团体演唱，除了检查房价，观光局也提醒游客订房进前会当上台湾女小房。查询业者敢是有合法登记甲比查房价范围，若是这房价关过比查房价，会当向市府检举，查证属实会依法开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顶个月才拄启用的国道6号东草屯休息站，即马有网情咧，伫拜五暗招大家塞车去遐聚会，结果上百台车煞甲即个休息站拢拆掉咧。国道小头北里东草屯甲古正路这段是拆甲袂顶袂当，所以警察是赶紧甲休息站甲关起来。入去休困站的车道拢已经塞车，也塞到国道顶面，造成即个路段车流是大塞。直到暗时，国道6号东草屯休困站熊熊开来几百台车，那停车场内底全部停甲满，也有真侪车找无停车位，就直接违规停伫路径。国道警察接报了后来现场公布处理。警方到场了解，原来是有网络红人伫网络烧招大家开车来。一开始的所在是国道3号的南投休困站，后来临时改到国道6号的东草屯休困站。艺人王阳明甲陈凤这人也出现伫现场，因为休困站已经停满，已经无位当停啊。国道警察赶紧暂时甲休困站关起来，连去拍火要转来消防车也徛伫内底，拢袂顶袂当。如果说已经造成其他一般用路人都会使用困扰，应该是会引起一些观感不佳啦。6、7点的时候，因为他们车区的车辆都大概陆续到达，服务区几乎大概9成都快塞满，就针对一些改装车，违规车辆去拦查。警方讲，因为东草屯休困站小型的车位只有95架，一时开来几百台车，真紧就停满拢逼去啊！警方现场加这调集民讲，唔通违规的行为。另外，总共处理75件，亲像超速、无甲安全带、无照开车、使用假造车牌这违规违法的行为。到7十分点1点外，这车才渐渐开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昨是旧历7月初7，也就是青牛妈生。伫新竹德仁市，就伫即天甲学生囡仔来做16岁，代表因遮的囡仔呢，已经正式来当大人，未来就要为家己所做的代志来负责。依照古礼向青牛妈拜拜了后，再搁弄过青牛妈脚骹，由士大帮忙烫卷以及啉成年酒，才算完成做16个仪式。来参加活动的学生囡仔，参家长表示，对因来讲真有意义。就希望参加完这次活动之后，然后可以长大1岁吧，然后变得更成熟，然后不需要爸爸妈妈的担心。神明有保佑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去完成之后的学业。16岁之后，然后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而且有意义的事情。立方表示，扔脚卡的时阵有一个规定，就是一定爱看头前，袂当看后壁，代表人爱向前行的意思。另外，烫卷也有其中的意义在内底。烫卷吼，就是代表吼，互咱的囡仔知影吼，伊已经大汉了吼，爱为家己的行为吼来负责任。搁来就是扔脚卡吼，扔脚卡就是吼，互因知影讲爱感恩吼。对于感谢青牛妈为了咱出世，甲咱16岁来照顾吼，搁来就是陈年酒吼，陈年酒就是啉了后，就代表咱做16岁已经完成了完成就爱知影讲咱家己的责任已经是当大人咯。新竹德仁市是目前北台湾唯一有做16仪式的庙宇，今年拢做起上千人来参加，透过活动除了互囡仔知影。家己已经大汉，爱为家己做的代志负责以外，也希望甲做16个传统文化继续传承落去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有民间团体收集咖啡厅咧底咖啡豆的抹布的袋仔呢，交予社区的妇女团体，互因甲这个袋仔犹阁再来利用，毋但是真环保，也帮助这中高龄的妇女会当二度就业。用那架抹布拆开，白做花蕊的模样，用膏仔黏咧废弃的抹布，就成做美丽的花蕊。这个民间团体长期利用咖啡厅进货咖啡豆仔的抹布袋仔，和社区的中高龄妇女团体做成袋仔。
红啊等等补品贩卖，唔但环保，也帮助妇女二度就业。废弃的咖啡豆袋，然后我们再连接社区的手作团体，然后一起来想要达到3个议题，一个包括环境的永续，那同时也是中高龄妇女的再就业，以及手作团体的一个持续成长。有学者认为，民间团体和本正就有技术的中高龄妇女，透过社区团体连结，通有机会重新接触职场，或者展现家己的技术卖物件，是开创更加侪妇女二度就业的可能性。传统的做法都是用帮助作为出发点，那针对他们比较相对弱势、缺乏竞争力的部分予以补强。那但是我在芦苇女力这边看到另外一种可能，跟很多的在地的团体跟草根的组织来合作。所以如果这里已经有一群妇女一起在做缝纫，或者是这里已经有一群妇女对于学习新的工艺有兴趣，那么我们就来合作。这10民间团体伫台北市艋舺有新的起点开幕，才贩卖中高龄妇女做的产品。妇女也通伫这个点头做工作人员，这就成做因二度就业的出发点。民间团体表示，社区有真侪妇女手作团体真有才调，只是欠缺发展的机会。透过这款方法，通带动环保、就业、妇女公益等等议题。记者郭明林、玉凯台北报道。今仔日天气如何？天气报你知，带大家做回来了解。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，中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，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，东部地区是26度到33度。也有外岛地区27度到33度。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。